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13，诗篇89篇24节安尼讲：我的信息甲我的主爱，要甲伊同在，因为我的名，伊会得到胜利。三角来祈祷，信息甲主爱，甲阮同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永在上帝。主啊！地虽然会变迁，山虽然也会摇动到海中，海水虽然也应哗哗吼，山因为海涨来摇拽，总是你的主爱要到永远，你的信息要到万世代。主啊！因为你是永无变换、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！阮行路，阮休困，你拢在看。阮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主啊！就是伫海的极头，你也伫遐。主啊！你的信息甲主爱，要甲阮同在，因为你的名会互阮得到胜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